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昨天看完南国啊最好的一位王西西家，但他的儿子并没有接续他的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要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，还有第15位王亚门。两记下卷21章第一节。马拿西在位的时1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55年。伊的老母叫做叶西巴，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学遐个互上主伫以色列面前提出的列国所做可恶的事。伊中结伊的老爸希西家所毁坏的山头坛，照以色列王阿哈的所做，为巴力去祭坛，做阿舍拉的雕像。搁敬拜服侍天顶的万象。伊伫上主的殿内，为着遐个神明起几若个坛。上主捌记即个圣殿讲，我的名应该伫耶路撒冷受敬奉。马拿西伫上主的殿两个亭内面，为着天顶的万象起祭坛。伊烧伊的囝献做祭，卜卦惊法师，门槛蒙下甲当机倒头。做真侪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结上主受气。马拿西搁伫圣殿来裁伊雕刻的阿舍拉的像，关系即间圣殿，上主捌对大毕甲伊的囝所罗门讲：即间圣殿甲耶路撒冷是我伫以色列支族中所拣选的，我的名就伫遮永远受敬奉。以色列人若听从我所有的命令，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吩咐因一切的律法，我就无搁互因对我所赏赐因列祖的土地受牵扯。毋过因无听从，马拿西带因做歹，比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所毁灭的列国搁较严重。西西家这个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但是马拿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叫做导致遗忘。其实马拿西这是创世纪当中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、以法莲。好，那哥哥是马拿西，弟弟是以法莲。那这个马拿西呢，登基的时候只有12岁。好，那表示说他应该就是在西西家病重的这个多活这15年当中，好才出生。那至于是不是长子，我们资料有限。好，那但是这也是西西家多活15年之后，好那所得到的这个导致遗忘哦。好，那不晓得他遗忘什么。但是他可能觉得他有西西家觉得他像约瑟一样的心境。那生了一个儿子。但这马拿西呢，在耶路撒冷做王有55年，是南国、北国，都是当中在位最长的。那马拿西在位的12岁呢，可能他12岁，是跟他的父亲西西家同时做王。好，那单独做王的时间呢，可能是55再减12，那可能是在43或是45年左右。那马拿西的母亲是邪西巴，邪西巴这个意思是我的喜悦在他的身上。但马拿西呢，他的父亲西西家可以说是南国以来最好的王。但马拿西呢，一举突破他的这个阿公亚哈斯哦。好，那又成为南国以来呢最坏的王。那有多坏呢？好，大概至少有10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好，他把他的父亲西西家毁坏的丘坛，这个丘坛呢，好有数百年好没有废除，好不容易在西西家的手中好来清除掉，但西西家死后呢，马拿西又把它恢复。第二个呢，也恢复巴利的足坛。第三呢，亚瑟拉的坛，像北国亚哈所做的，好又是丘坛，又是巴利，又是亚瑟拉。第四，好，他还增加敬拜天上的万象，好就是拜星辰，好那看星象，那而且呢侍奉天上的星辰万象。那甚至呢，他也把这样的天上的万象呢带到耶和华的圣殿当中。
而这圣殿呢，是神的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好，他却侮辱神的名，好，来拜天上的星座、星辰、万象。那甚至第五节说，他也在圣殿的两个院子，好，可能就是内院、外院，好，来为万象烛坛，好，这些星象烛坛。好，所以是第五。那第六呢？他还让他自己的儿子金火，好，就是用火祭来把儿子献给这个迦南的神明摩洛，好，米勒公。好，第七观星象，第八行法术，第九求问招魂，第十行巫术。哇，那一列出来至少有10条，可以说是不胜枚举，也可以说是南国以来呢最糟糕的，直追当时北国的亚哈，所以马拿西也被称为南国的亚哈王。好，那但是呢，他完全忘记神对大卫所罗门所说的，也就是7、8节，这个圣殿呢，只要有神的名，谨守神的话，还有摩西的律法，好，那神就不会使他们的脚挪移哦。上帝会让他们继续在这个迦南美地、应许地、牛奶与蜜之地，好，能够安居。但是呢，他们又被挪移。好，那不仅是跟之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西西家，昨天读到西西家，因为他开了他的府库给巴比伦使者看，那神就预告说他的后代要被掳到巴比伦。好，那这件事情在100年后，就是主前的605年、598年、586年，好3批被掳到巴比伦。甚至呢，上帝在这里又借着马拿西又再次提到，好，要挪移这些呃住在耶路撒冷，好，叫做平安的地方呢。好，第9节好讲到马拿西带头引诱好这些犹大的百姓行恶，甚至比以色列人面前好所灭的列国更严重啊！好，不论是北国，不论是外国，好，那这个马拿西呢，好，可以糟糕到一个极点。好，那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，好，马拿西的父亲，好，是一个这么有信心、有信仰、有神迹和骑士同在的王。那为什么他的儿子马拿西好没有？好，第一方面年纪太小，12岁。好，第二方面他可能非常的没有安全感。好，可能在他出生的时期，好，就是在亚述征战包围围困的时期。好，所以这个马拿西呢，可能从小就是出生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动荡的时代当中。好，以至于呢，什么都要拜。好，那什么神明都要来敬奉。好，但是呢，越拜越糟糕。我们继续来看第10节，上主托耶伯临近先知讲，因为犹大王马拿西所做这的可恶的事，比伊以前的阿摩利人的所做更较歹。果因伊的偶像和犹大人陷落罪，所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要降灾祸伫耶路撒冷甲犹大，互听到的人拢惊一条。我要引牛撒玛利亚的钱线，甲阿哈家的罪钱，牵伫耶路撒冷的顶面。我要亲像人在切麻安尼切耶路撒冷，切了后就甲伊倒壳。我要气杀我所剩的子民，将因交互对敌，正做蜡物，互对敌抢去。因为因对因的列祖出埃及迄日到今仔日，常常做我看做歹的事，叫我受气。玛拿西和犹大人犯罪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这罪以外，伊阁留真侪无辜的人的血，互耶路撒冷四界拢是血。玛拿西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所做，以及所犯的罪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书。玛拿西登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安葬伫伊家己宫内的园，就是乌撒的园。伊的囝阿文煞接伊做王。在马拉西在位的时候呢，应该会是以赛亚先知仍然还在的时候。好，但是呢，据犹太人的传统，还有我们在希伯来书看到的记载，这些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当中呢，有人是被锯子锯死
那所以犹太人的传统认为，先知以赛亚是殉道，而死在马拿西的手中，而马拿西呢派人把树的树干挖空，然后呢把先知以赛亚绑在树的这个挖空的洞的当中，再用锯子从外面把它锯死了。好，那这都是马拿西被记载流传的事迹。好，但第10节说，神除了以赛亚，但是呢，也借着其他的仆人，还有众先知，好来预告，因为马拿西所行的这些的坏事、可憎的恶事、拜偶像，使百姓陷入在罪恶当中，所以上帝决定要来颠覆、翻覆、倾覆耶路撒冷。好，这也就是先知耶利米所收到的讯息。好，是要拔出、毁坏、倾覆。好，怎么倾覆呢？好像人在擦盘子一样。好，把盘子翻过来，里面擦，外面也要擦，翻过来擦。那也就是代表耶路撒冷住在这里面的人，本来是一个平安，是一个坚固城。好，是一个安全，是一个外敌攻不入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是神亲自要来拆毁这个地方。好，那这都一切跟马拿西自己的行为有关呢。好，而且呢，上帝所用的准绳是量北国撒玛利亚的准绳，亚哈家的千垂线。好，所以南北国是一样的标准。好，不会因为南国是大卫的后裔，犹大支派。好，就比较优惠。好，上帝都是用一样的标准。好，就是是不是有敬畏神，是不是遵行神的话，是不是愿意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呢？单单的侍奉神。但在这里呢，神就宣告了，他要把这些在南国耶路撒冷的人呢，像擦盘子一样的翻过来。倾覆他们，因为呢，第15节说，因为他们时常惹神的愤怒。好，那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这一切的账呢，都要算在马拿西的头上。好，所以16节说马拿西还有行其他很多的神看为恶的事情，好，让犹大陷入在罪恶当中，也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。好，那可能包括就是先知以赛亚，这血呢充满了耶路撒冷，从这边到那边就是全程都是不公不义。好，那内忧和外患呢？好，那17节讲到马拿西，虽然做王55年，好，但他死后是葬在自己王宫的园子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从马拿西之后，好，过去前面的王呢，譬如说西西家，好，那跟他的祖先同岁。好，那可能是葬在大卫的这个陵墓当中。好，但是从马拿西之后呢，葬在一个地方叫乌萨的园里啊。好，那这个乌萨的意思是强壮有力。好，那有人认为这个乌萨呢，就是指乌西雅王。好，乌西雅王是指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好，因为乌西雅王最后是长大麻风不洁净，所以不能够葬在大卫的陵墓当中。好，所以另外有原理。好，那也有可能认为大卫的陵墓呢已经满了，因为到了马拿西已经是大卫的第15代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些王呢，还有包括这些其他的王公贵族满了，所以就葬在了一个叫乌萨的园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的亚门王也是葬在乌萨的园内。好，虽然在列王记下，马拿西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好，但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下的33章特别是中间这一段第10节到第17节的地方呢，好，有看到马拿西不一样的一面。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前后都一样，我们就看中间。好，虽然神警戒马拿西和百姓不听，所以神就直接动手，好像就是刚才说的要擦盘子，好来倾覆耶路撒冷。那在这时候呢，好，神就让亚述王的将领来攻打犹大。并且用手铐住的马拿西，用铜链链住锁住他，好像后来要灭国时3次被掳的情境一样。但是那时候对象是巴比伦了。好，这时候还是亚述，然后把他带去巴比伦。好，亚述王把马拿西带去巴比伦，而马拿西呢，在极难的时候呢，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好，就是祈祷。
并且呢，在他列祖的神，好，他想到他祖先大卫的神、所罗门的神，在神面前极其谦卑，他就祈祷耶和华，而神也就应允他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人作王位。好，马拿西这才知道，唯独耶和华是神啊。好，所以前面我们看到12不赦，好，至少做了10个恶事的马拿西南国的亚哈王。好，但是呢，他真的神就把他带出去。好，那从我们之前有说亚述呢，好的军队很残忍，好，不管是剥人的皮，把人串在这个木桩上面，好架在上面，好等等，好，那亚述呢，好挖人的眼睛，割人的鼻子，好嘴巴。好，也会用链人的鼻子，像鱼一样这样勾住啊，好钩子勾人的鼻子。好，那这个马拿西有没有像这样子，至少说他是用铜链被带到了巴比伦去啊？好，但这件事情呢，反而在历代志下33章，好，我们就看见了他的谦卑祷告，而神呢又让他可以平安的从亚述人的手中，从巴比伦回来。好，继续在这个国家当中，好，那这可以说是神迹哦。那从巴比伦回来的马拿西呢，就开始可能要悔改，或是要痛改前非，但是呢，他虽然把这些的偶像啊拆毁啊，抛在城外，但是呢，他的影响力可能已经来不及影响百姓了，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他的儿子亚门。好，他的儿子亚门呢，其实是接续着马拿西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。好，那在历代志下记载了亚门，好，只有在历代志下的33章，好21到25，总共5节。好，那但是在列王记呢，稍微长了一点，好，差别就是有记载亚门，好，他的母亲，好，他的祖父是谁？好，21章19节，阿门在位的时2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2年，伊老母叫做米苏利别，是约提巴人哈罗斯的查某囝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亲像伊的老爸马拿西所做的，伊行伊的老爸所行的路，服侍伊的老爸所服侍遐的偶像，去杀上主伊的祖先的上帝，无行上主的道路。阿文的人神陪伴伊，伫王宫内面甲伊抬死。毋久，国内人民将遐个陪伴阿文王的人抬死，设立伊的囝约西亚煞接伊做王。阿文其他的事迹拢记载伫犹大的王书，人甲伊安葬伫乌撒的园内面，伊家己的墓，伊的囝约西亚煞接伊做王。好，南国第15位王亚门，亚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熟练的工匠。好，登基的时候呢，22岁。好，因为他的父亲马拿西在位的时间很长哦，55年。哦，但是呢，这个亚门做王只有短短的2年呢。好，2年。好，所以在南国当中呢，还有一个王，比他更短，就是南国的亚哈谢，在位1年。好，那但是呢，在后面也有人比他更短，好，就是南国的约雅斤呢，好，在位只有3个月又10天，哦，那还有约哈斯，好，在位3个月，所以要比这个南国最短的呢，好，那这个亚门2年还没有办法排到前3名呢，好，但是2年来看很短，而且他的年纪22岁。在位2年，好，那加起来最多没有超过24岁，好，怎么死的呢？哦，那一方面是他跟他的父亲一样，这个侍奉偶像，然后不遵行神的道，好，那但是呢，最后他是遭他的臣仆背叛了，好，但这个背叛呢，好，在约阿施的时候，好，也曾经遭遇过，好，约阿施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杀，好，在历代志下的12章，好，我们有看到，但是呢，这个亚门呢，却是在王宫里被杀。好，那有人认为呢，这是因为政治路线的不同，好，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倾向，一派倾向好跟亚述和好，一派倾向好要投靠埃及，好，那我们看不出来到底这个亚门是要倾向于亚述或埃及，
好，但是因为政治倾向的不同呢，好，所以这个亚门呢就被他的臣仆所杀。好，但是背叛他的臣仆呢没有自己篡位，反而呢让他24岁。好，就已经出生的儿子约西亚王，好，就来登基啊。好，那这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呢，已经8岁了。好，所以24减8就是16啊。好，那表示呢，好，这个亚门王16岁的时候呢，好，就生了约西亚。好，那亚门跟他的父亲马拿西一样，好，没有葬在大卫的王陵当中，而是葬在乌撒的园内啊，自己的墓。好，那可能就是跟这个乌西亚王同样的地方。好，那约西亚，好，我们明天开始呢，又会花2章好的篇幅来看约西亚王。啊，约西亚王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医治的。好，那这是在300年前，好，神就已经预言了这个名字。好，那他的出现，好，真的是有神的旨意哦。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，在21章第9节，故因无听叹。玛拿西带因做歹，比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所毁灭的列国更加严重。那我们看见马拿西，好，他的父亲是南国好最好的王西西家的儿子，但也让我们看见怎么最好的王的儿子会变成南国以来最糟糕、好最邪恶的王。好，那以至于上帝要出手重重的管教。所以信仰没有自动遗传的基因呢，好，全都是要个人直接与神建立正确的信靠的关系。而这位作恶多端、十恶不赦的马拿西，好，在位55年，可以说是南国也是北国是列王当中在位最长的。而他晚年被亚述人掳到巴比伦，所以有深切的自卑好和痛苦。好，那对他的帮助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见真的就是要受到管教，好，那才会悔改。好，所以希伯来书说，凡主所爱，主必管教。所以当我们遭受主的管教的时候呢，好，也不要灰心，不要丧志，因为这代表神对我们的爱。好，那我们也看见马拿西，好，他悔改之后，好，所选择的路呢，并没有能够及时的影响到他的儿子亚门。好，亚门的意思是熟练的工匠啊。好，但是呢，一个人的改变是要在神的话语中宣告，好，也要跟之前罪人的恶行恶性要断开连结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更新和复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。好，我们的信仰不仅是来自于上一代，我们的信仰更是来自于耶稣基督，借着圣灵保惠师所带给我们的救恩、美好的信息和福音的好真理。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信心当中建立与神真切的关系，不论我们在顺境或逆境，甚至有时候我们遭受主的管教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谦卑自己，紧紧抓住与神的关系，也能够让我们的用生命影响生命，让我们的身边的人，让我们的后代，好，让我们更多年轻一辈的弟兄和姐妹，也能够看见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服侍，让他们都能够一生来服侍神，紧紧来跟随主耶稣。我们在你面前也宣告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要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要成为新的。愿主你的灵再次更新我们，使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坚固，得到健壮。我们如此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